我不如搬翻出市區啊！但係住落新界，覺得環境又幾好，空氣唔錯，而且治安都好好添㗎。早幾年更加推出咗一個智慧鄉郊先導計劃添。新界鄉議局及環保協進會聯合主辦智慧鄉郊2.0科技展覽開幕禮暨研討會，喺1月30號舉行，目的係推動科技連結鄉郊，提升生活質素。今次以低空經濟及智慧交通為主題，期望俾公眾深入了解科技點樣改善生活，推動可持續鄉郊發展。劉主席啊，發展智慧鄉郊點樣幫到當地嘅居民呢？即係大家知道咧，即係鄉村咧就係比較偏遠啲啦，人口密度可能冇咁高啦，咁基礎建設係唔夠嘅。幾年前咧推動嘅鄉郊1.0咧，都已經係有遙距醫療啦，咁啲長者啊同埋啲居民咧都唔需要長途跋涉出嚟去睇醫生。咁新界嘅居民對於低空經濟、智慧交通有啲咩需要咧？智慧出行就係喺交通方面啦，咁你可以實時知道嗰個交通燈係咪要轉綠燈啊？有冇人係要等車啦、巴士啦、叫車啦，都係好方便嘅。喺智慧交通同埋低空經濟方面咧，對鄉郊係好有幫助嘅。政府又可以愛嚟做監察啊，睇下啲交通環境啊，個環境嘅有冇火災啊等等啲嘢都可以用。咁其次咧係好多機構都係有用嘅，就用呢個系統去check 下佢個電纜啦。咁啊，用有物流啦，同埋係外賣啦，咁佢好多方面都係有用嘅。國際管理發展學院今日嘅研討會咧，我哋要問下我哋住喺鄉郊嘅人，佢哋需要啲乜嘢？因為好多時我哋諗嘅嘢咧，未必係佢哋需要，所以好重要。咁今日我哋有講者咧，就係代表咗鄉郊嘅朋友嚟講，佢哋個期望係啲乜嘢？想呢啲科技係幫到佢啲乜嘢啦？咁第二個咧就係講而家香港係做緊啲乜嘢？咁所以我哋有啲朋友咧，正喺呢個最前線做緊一啲沙盒嘅一啲嘅低空經濟嘅活動啊、研究啊、應用啊等等。咁第三個都重要咧，就係我哋都同內地去參觀過好多地方。發覺佢哋都行得非常之快，咁所以我哋都專登邀請咗佢哋咧嚟講，佢哋係做緊啲咩，同埋佢哋嘅前瞻性，好多已經鋪排咗去做啲乜嘢，咁變咗咧喺呢一方面就會大家一個好好嘅交流，亦都從呢個期望啦、應用啦，同埋都前瞻啲，睇下將來係點樣令到香港嘅經濟，令到我哋嘅民生，令到我哋嘅安全同埋健康咧更加有保障啦。咁而家有邊啲項目係推行緊，同埋當地嘅居民有啲咩反應㗎？嗱，呢啲智慧嘅科技咧，其實包括一啲無人機去監察一啲嘅電塔啊、電纜啦，又或者係救火，即係去監察有冇即係一啲山火嘅工作啦，甚至乎話去揾一啲迷失咗路嘅人啦。咁亦都有啲運輸，大家都可能知道可能叫嘢食嘅時候都可以用無人機嚟到運載到去某一個地點去攞喎。咁呢啲都係用緊嘅。咁譬如我哋之前提倡嘅咧，就係啲遙距嘅醫療啦，即係話我坐喺屋企都可以睇到醫生啊。咁我哋都有推廣啊，同埋試用啦。咁或者係增強呢一個嘅數碼嘅傳遞，令到鄉村可以係更加通達性啦。咁呢啲都係一路發生緊嘅，一路改善緊嘅。佢哋試過一啲嘅遙距醫療啊，或者係數碼方面嘅增強咗之後咧，都好開心啊！咁佢哋都希望可以廣闊都要用。我哋都希望好多嘅鄉村，特別係偏遠嘅，都能夠用到啲科技。咁除咗呢啲之外，智能科技仲有啲咩可能性呢？好多離島嘅地方，其實通達性都困難，可能搭好耐嘅船。咁如果有啲嘅無人機飛行，即係科幻啲大家諗法，咁會令到咧我哋嗰個旅遊業咧都能夠更加暢旺，亦都能夠俾我哋多啲機會欣賞到我哋咁靚嘅大自然。咁當然呢啲都係一個控制嘅管理嘅情況之下會發生咯。咁所以我哋今日嘅展覽同埋研討會咧，其實都包括咗呢啲嘅點樣去管理，即係所謂香港而家講呢個沙盒嘅一個低空經濟啦。咁用一個管理嘅角度嚟到去睇下點樣令呢件事發生得非常之好，對市民對我哋經濟有益，但係亦都係非常之安全咁去進行啦。近年政府都積極推動低空經濟，已經啟動咗嘅監管沙盒項目就包含咗緊急救援同埋物流配送等等唔同嘅領域，以至應用到去唔同嘅場景。期望之後喺新界同埋離島區都可以注入多啲新嘅動能，咁就可以令到當地嘅居民更加受惠啦。